大家好，這一篇要介紹的是內建行動計劃功能，每一位 AI 教練都可以協助新增行動計劃。若對話當中已經有初步的行動計劃，你可以直接點選對話當中的新增行動計劃，可以在這邊做修改，可以放入到期日、優先別、類型，按新增。新增之後會在你的行動計劃當中出現。這是剛剛設定的人際關係，你可以手動增加子任務，也可以請 AI 幫忙想行動任務。若已完成，可點選視窗左邊，系統會顯示完成。同樣，在主畫面當中也可以直接進入行動計劃。